月薪5000蚊都可以攞低嘅大三房，阿耀今日帶大家嚟到海欣新城嘅日出康城啊！呢套房127平方大三房，如果你想拎包入住或者想執漏嘅心態咧，你可以睇睇呢條視頻啦。咁我哋依家嚟到間屋嗰度，咁展示俾大家睇睇啊！第一個我哋嘅入門咧，就係我哋嘅廚房位嚟嘅。127平方嘅廚房咧，足夠大嘅啦啊！咁嚟到我哋客廳，大家睇睇，啲係咪經典 Old Money 嘅裝修啊？各種洋酒啊、白酒啊，以前業主咧就應該就好中意收藏呢啲嘢嘅。睇翻我哋個廳啊，咁呢間屋咧就有20幾年嘅啦，裝修咧都已經係算係當年嘅比較靚嘅一種風格嚟嘅。咁我哋個廳咧都比較寬闊嘅。業主已經6、7年冇翻嚟住啦，但係我今一上嚟睇到咧好驚豔啊，因為成間屋乾乾淨淨，喺時不時都有人上嚟打掃衛生嘅啊。睇下我哋嘅陽台，咁20幾年前有咁大嘅陽台，呢種設計當時算係非常之新穎嘅啊。睇翻我哋個景啦，我哋嘅身處5樓，睇翻個湖景。向呢個位置咧，空氣係十分之靚㗎，成個園林咧，雖然話20幾年嘅小區，保養得十分靚。咁睇翻我哋嗰邊嘅房間先，個戶型咧，可能話呢一層啊，有個最大嘅優點，我哋入嚟主人房呢個位置有個大陽台啊，南北通透，十分之通風嘅喎，無論你係晾曬啊，或者係飲茶啊，即係你可以使用到嘅功能咧就好多嘅。咁我睇到下呢度5樓、7樓先有啊，咁偶數層係冇嘅。睇翻我哋呢啲裝修其實咧，如果你對要求對呢個室內嘅要求唔係好高嘅話咧，係完全可以拎包入住㗎。呢啲房間，咁業主已經6、7年冇翻過嚟啦，但係保持得十分之乾淨啊！有個位置咧，同大家講下，呢個位置唔係漏水嚟嘅，係因為啲牆紙咧太耐啦，20幾年啦，佢都有啲甩膠，所以咧會俾到睇房嘅客戶咧以為係漏水啊，但係其實唔係㗎，你只要重新油下牆，呢間屋咧就非常之靚㗎啦，乾乾淨淨。